综合报道。教育的消息来关心，108课纲已经实施4档啊。伫高中的部分有减少必修课，增加选修课，这变动是上大的。教界论坛今仔日就指出讲，108课纲予高中生的基础学习能力无够，而且伫咧都市甲草地所在学习能力是差甲愈大。教育部应该设专职小组，彻底来检讨108课纲，而且目前正咧研议的118课纲嘛会赶紧来打动。台大教授黄光国甲200外的学者，20年前针对中研院长李元德带头改革的10年教改发表教改万言书。20年过去，因认为即马台湾教育的问题依然是真多。旧的问题没有解决，新的问题又发生了。教改论坛的学者认为，社会看法甲政治势力甲教育专业压掉。台湾国本规的后期，而且12年国教108课纲实施以来，高中增加选修、减少必修，提了真侪国文、英文、数学等基础科目，造成学生基础的学历无够，大间大学拢咧想办法补救。你今天呢，你读物理系，如果你是从学测又进去了，你可能物理你只读2个学分，3年读2个学分，如何测试这个学生确实具有呢物理学习的能力？国立第三高中学生今年甲 UDUS 团队提出108课纲观察报告，伊讲家己感觉课纲造成的城市增加差距是愈来愈大。很明显的就是乡下的老师在适应方面一定会比都市老师还要来得慢，那在学生上面取得资源更加的不容易。教改论坛强调，108课纲的问题也未解决，118课纲已经开始研议，因为118课纲要进一步改革学科，增加素养，恐惊会加速教育的品质下降。应该先打动教育部爱设专职小组检讨108课纲，找出有效的解决方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